今次帶大家睇坑口嘅東港城兩房嘅單位，係位於一個中層嘅單位方面，業主係花咗好多心思，裝修得好靚噶。而家即刻帶大家睇睇呢個單位啊！咁你會見到呢個單位呢，業主呢就係喺呢個嘅客飯廳位置呢，就係做咗一個嘅特色牆啦。咁另外呢，就係門方面呢，亦都係有咗一個嘅柔和嘅白色，成個佈局方面呢，望落去係好舒適，有啲歐洲嘅感覺嘅。廚房方面呢，亦都花咗好多錢裝修，你會見到呢，抽油煙機啦、牆啊，所有嘢呢，全部都係換過晒嘅。咁啊，單位裏邊呢，就係以一個米白色嘅裝修為主，保養得都非常之新淨。咁地板嗰啲全部都換過晒，你會見到呢，呢家係客飯廳嘅位置，亦都呢係做咗一組嘅大嘅梳化，電視機方面再擺位，你都會見到好寬闊嘅，望返出去個景呢，都係非常之靚嘅。咁呢一度呢，就擺咗一張嘅餐台啦，另外業主呢，亦都將個門呢，就係改咗一個嘅趟門，令到洗手間呢用嘅單位位置更加多啲啦。咁亦都係做咗一個嘅企缸啦。咁成個單位呢，保養都係非常之新淨嘅。我哋依家去返其中一間房睇，業主方面就做咗升高地台，呢一個係佢小朋友嘅房間啦。咁望返出去呢，採光度都非常之足夠，都好光猛嘅。單位保養係非常之新淨，其實呢，唔需要特別裝修都可以入住噶啦。呢一個就係主人房，同樣都係升高咗地台，方便增加收納空間嘅。望返出去個景觀呢，都係一個開揚嘅景色。單位係保養非常之新淨，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隨時聯絡我一睇。